之后是一定要创新，因为他给石头你们创新就唔会青铺啊，就拿咧他给。石头的金铺，沙皮改变，是天生我从每年见。我给打死，用手嘞，因为拿咧他给阿公阿婆来讲，为了他讲天发路会用嘅乜嘅赖啊，咩都得看到人嘅嘅种嘅，天可以私心天发。那个假使你冇用嘅自飞行数机嘅，你就总得用看顺嘅，因为像隔壁零沙，咪讲哦，我小朋友看到哦，我嘅顺嘅哇，很强哦，很电影下啦。我看片哦，好听。冇空用，一私心天发冇空用。哎，这底不会涂牙也会停通啊！我看相片，佢会停通牙波紧的哦。嘿，你冇嘅私心天发，你就停唔到石頭啦。我在看 GIF。你嗌做係三代同堂嘛，嗰時候阿公講乜嘅就係乜嘅，跟嗌阿公係對食飯最多嘅規天，比如嗌一下，阿用就做唔得。敲掉，一腳，腳下來。你有冇看到我個走個雜的？我們是透明的。水晶的嘛，對不對？玻璃的，全做唔得啦，完全做唔得。你都會看牙嘅腳，用心良苦。你嘅腳啊，一定會變到愛用平平，韓國咧腳骨愛用咩做唔得，一定愛用粗到髒來。係，即係嗰人咧從食飯，你開始會搶飯嘛，一開始你那係你斯坦尼啊。你有冇考會開始嗌冇？開始，你嘅後皮會天數斯坦尼先搶飯，再過來搶起家嘅，佢都會做嘅。然後呢，那係斯坦尼呢還蠻徛開嘅，你煮做唔得徛開。啊，同時做得嘛？你做唔得，那叉子呢？你做唔得。再過來呢，從你要出門以前，一天老師同你講，我要出門咯，老師講一下，佢轉都不開時，我講，我轉不開咯。韓國因為可能阿公阿婆啲肩膀地位度，你咪會貼片呢片肩膀，老佢條大椎骨。哦，一下沒黑啊，一下沒黑。哦，哎，可是自己不卡真是懂傳統，你看你嘅腳，我都懷疑那是不是那個裹小腳？是哦，他純粹是腳太小，純粹是人太小隻。你給我狗在電風地鬼讀推出去的須這很沒有線，就是這樣推到門邊上，準備把狗訓了。你是以為是天白了，在這宮裡面要跟皇帝觐見？真係。假使我呢真是講要按愛人嘅對方，人嘅男朋友啊，有個人老公，咁你就為了陰熱天天嘛，人生暗藏啊，而家陰熱天天結婚啊，比如講你講茶啊，乜嘅哦，你冇乜這個事情。其實你可以容易下啦，天你都兩個天下嘛，對吧？兩10天暗床啊，你忍受1天都不行嗎？唔可能啊！你講而家陰熱都有唔得，我講結婚人老公嗬，我有冇話去先係啦。因為金錢類就讀到一筆錢幣，我同我來分享哦。比如講你去主持嘅時節，我讀到沒有總管，啊個總管咧，一佢較好樣板嘅性格嘅人，還講佢較好樣板來做，甚至係所講有一個動搖嘅素材，就會尤其係主持客家嘅法通。有上時啊，我嘅名嘅係按嘅，只有4點念係按嘅，唔過咧佢竟然有無共用嘅想法，佢較好樣板念，還講其實佢係南部嘅客家人啦，還講係無用空調嘅客家人，佢較好用版本太自家來稱呼，也就係課本當中下一個名錄當中小錢唔到嘅，啊就透過錢幣做得按嚟搞，真是也條知識啦，也條東西啦，吼錢金就買唔到。萬金做得，萬金咯，專門一下亞中股嘅行情價嘅。萬金可能美金嘅部分還少一些咧。我有時看過一本書，佢名嘅按到野外100%都係唔錯嘅。我要買，出價買下，佢一看到就嚇到我，出價去買。我幫佢就看地圖，佢喺講，因為你喺黃牙這啲時間，因為順豐都係野外嘛，佢喺老人講也係錯嘅。順豐都係野外，野外按到。但係看到廿爸爸媽媽，佢哋會老人講也係錯嘅，也係唔錯嘅。從細就耳濡目染，故說你就知道也可能係錯嘅。唔過你睇嚟過後，應該不會認識東東嘅，看東東無共用嘅世界，就會想講竟然我有人講係無共用哦，佢都係捱嘅係錯嘅，係唔錯嘅，一時間就開始反抗。人哋就講，你做唔錯，做唔得。
俺妹就讲吃到牙啊，系冇唔錯，因為吃到嚟就已經冇強用安尼，其實吃到嚟係唔錯嘅。不過其實嘅爸爸媽媽未喺本家嘅爸爸媽媽耳濡目染。如果說真嘅講買你錯係唔錯，其實唔係安尼送嘅，係自家吃到上嚟做嘛嘅就係錯嘅。不過種嚟樣樣都配人就都得，愛吃到呀。所以那本書在哪里買？愛送本，你最近愛看書，你在送本打咗的。你最近懂熊咧，中白強凍熊誒，中白強凍熊賣了本書，唔係幾時間愛看？手本張媽媽，佢喺邊度張媽媽嘅作檔喎？你摸成看到，係呀，愛8%唔係正確嘅，8%係我唔錯。媽媽應該唔會看，我標啲幾片啊，標嘅。因為那是孝敬嘛。你走一走死了。有一個跟牙手本牙尾就慢慢好係嘅。像譬如我咬下下胎師就好，好牙胎細牙就講我下胎師，譬如講給下的唇臉啊，如果你要下唇臉，一下一片，下後還當會縫包，啊不用講，要下到按這。還講比練習吧，係吧？也是一種練習吧。講下雖然懂這很醜，是懂的，但是可以有穩圖啦。跟你今年要下一種本，你妹妹講對啦。開始慎重。你好寫得貴。我感覺其實從我阿公教嘅生活當中嘅理念，還有啲傳統嘅觀念，我感覺就當好繼續去傳承下去，尊重一個傳統。因為我感覺也唔會講去限制人嘅思想啊，人嘅創作，還有人嘅自由，也係生活當中一個當好嘅習慣。你去我輩食飯嘅時，其實也咪係一件當好嘅事情，大家互相尊重。古種嚟講，也單純就係有好處冇壞處，懂讚。懂讚。懂讚。客家話咩？愛講到懂讚。懂章啊！係冇唔錯，因為我做嚟針嗬，本意按咯嗬，因為客家講嚟針，佢家先生，係家先生嚟教課咯，我哋教大家。冇錯，其實我知道嗬，大家想到傳統嗬，客家聽錯，我本來都應該知道懂傳統。比方講，我同到啲朋友想講，你繼續講客家，繼續懂傳統嘅東西啊。我哋有陣時就會想講，而喺客家人中嘛嘅一下冇講客家，有時會知道講客家講客語係懂傳統嘅事情。但是我知道其實我家下講愛傳承嘅東西係講客家話一件事情，因為有陣時係講而冇講嘅話，有啲同時傳統嘅東西可能就唔見睇。冇咧。係韓國我知道唔好想一件事情係懂傳統嘅，係因為有一件事情唔爭做啲繼續嚟重現，錯冇？我說有陣時唔係聽唔用睇傳統嘅東西，係因為我哋想愛將一傳統嘅東西繼續傳承下去，一陣係懂重要嘅。創新，然後傳統，愛上富嘅尊重，從兩下入行嘅嘅茶呀，有汽油茶，叫做汽油茶沒有嘅充電嘅功能，但係就會創新然後嘅傳統夾住它。但唔過唔得，它沒有全部都係添嘅茶。係，我就想未來會不會全部路當路全世界路變到添茶，行黑路會變到甜當路會比人啲冇茶。有可能啊，你可能是哆啦 A 夢看聽到的。真經有可能呢。我們要撐得久一點。對，因為是他救的哦，18年都有可能看得到。也不可能，未來我們可能會那個啊，長生不老。唔過我冇想喺種送哦，我不想當嫦娥，我就人生有啦就好。唔過真件好，就係講傳統老創新之間，多但用埋起的啲平衡，那從今日長窮太高，聽說都有那個心得。記得啲嘢啦，嚇，像佢玫瑰芽感恩節嘛，嚇，我都當然都有感恩節，佢他們吃到火雞啊，係啊，但吃火雞之類我先標啊，我標太家母我吃殺火雞嘛，但是佢跟玫瑰種種就標一隻火雞，就是勞他一命嘛，其實沒種虛偽，但是佢就一種傳統啊，也沒有什麼不好啊，係嘛，他們想可能用去尊重一下傳統，但是那個規則一破壞，有時間。因為吃到人生，係不是一些樂趣？有冇？向上太上宮，有啦。